Hello，我係 Chloe 啊，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嘅係一款叫做 Anko Maria 嘅純骨膠原眼部緊緻組合嘅一個產品啦。咁大家都知道面部最脆弱嘅地方呢，就係眼部啦。咁隨住年齡嘅增長呢，骨膠原流失得都好快，咁眼部嘅肌肉呢，開始冇彈性，甚至有下垂嘅跡象。咁眼下邊嘅皮膚呢，又會越嚟越乾，啲眼紋呢都可以走晒出嚟。咁呢個瑞士嘅牌子應該大家都唔陌生嘅，好多美容院都用緊。咁佢嘅活性成分呢係齒車菊啦、維他命原 B5啦、微脂囊啦、小米草。咁入邊蘊含嘅骨膠原要素呢，可以能夠有效地活化細胞啦，延緩衰老、恢復彈性啦，可以去除眼部因為疲勞引起嘅眼袋及黑眼圈啦，提升眼部嘅緊緻，幫助肌膚將水分緊緊地鎖住，預防我哋眼部嘅鬆弛啦，咁令我哋眼部疲勞感消失啦。經研究分析呢，使用一次呢，乾紋已經有明顯嘅改善。咁連續使用14日呢，皮膚嘅保水度增加80%。乾紋及眼紋呢，亦都明顯可以減少70%。咁呢個眼膜組合呢，打開佢入邊有6支眼部嘅緊緻精華啦，一支有4毫升嘅，下邊仲有6塊眼膜，超級好用。咁我哋嘅用法呢，hello，咁我哋嘅用法呢，就係洗完面之後呢，攞少量嘅呢個精華，雙眼按摩輕印至吸收之後呢，敷上呢塊眼膜呢15到20分鐘嘅，咁將眼膜袋入邊剩低嘅精華呢，拍印雙眼嘅眉心啦、額頭，咁最後呢，就搽眼霜，唔使清洗噶啦。最後搽埋眼霜啦，咁餘下嘅眼部精華呢，都可以早晚使用嘅。咁呢個搽上去呢，一陣你就會 feel 到一陣暖暖地嘅感覺。佢仲可以配合埋美容儀碌下啦，可以減少呢我哋嘅色素同埋浮腫。咁我哋敷完之後呢，仲可以用埋撫紋嘅位啦，就唔會浪費。眼紋係啦，用呢個就可以即時減少咯。呢個真係好有用㗎。咁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